做嘛什么都喜欢写来讲好谈话喏？唐山哥有答案。做嘛什么都喜欢听前文喏？唐山哥有答案。做嘛什么啲上物嘅挨都唔掂喏？後生誒，什麼所有嘅心事都看到山哥度。月光無風揚眼光，江裏無風揚眼亮。妹子唔係單歸樹，身上無法揚眼香。好長好，身上無法揚眼香啊得喲。饱饭子透风凉，满天星子扬头，莫何星子隆隆闪，为何明月一团光？好长好，为何明月一团光啊得哟？永伴云月莫云刚啊的哟。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山歌冲来闹连连，大家共下来唐山歌冲山歌的快乐时光咧。大家好，我是车少林，我是齐泽伟。节目开始安排的是经过改编，结合西方音乐元素的头发开调。哦，除了头发开调，原来是你南爱填词改编的情歌对唱。少林姐啊，按多的情歌对唱，你用不中意了首歌曲呢？我发现呀，之前都当调皮嘿，我台人作者迄讲的说来啊，一定懂的讲法，其实说么就懂聪明。唔信看下歌词啊，一开头写来唱呢，基本两个问题讲，天当跟一讲模仿，让我发讲，降度模仿，降水让我偷心凉。做乜解咯？做乜解唔係重点啊？问题後背兩句講，妹子唔係但歸屬，神行魔法讓我暗香。再寒甜啊！係咪同我講法？哦，古所講兩場約會約咗3個冇半夜咧。古所佢當唱啊，
样板鸳鸯无鸳港。圣经当要形容诶。大家就讲啊，一生情怀总係事，基本日啦，你就透過佢度個生，通看嚟客家未婚嘅細阿妹，係樣嘅來理解愛情，有樣嘅希望愛情嘅。按樣講，今日主題當浪漫哦，所以講緊客家細阿妹嘅愛情觀，錯冇？行我發現啊，客家傳統嘅山歌嗬，當好借物來抒情。哦，意思出係借物抒情。係啊，利用某種事物嘅形容啊，來表達自家嘅愛意。按樣啦，我先嚟彈一首《新大茶夫石老爺》，再來慢慢嚟講。好啊。心爱茶夫，切那七寸歌，声音看到救人魔，人人都讲想啊想大家，请问哪个有眼魔？嗨呀落地嗨呀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，有眼魔。新大茶夫追啊追笨笨，唔知係食也係煙，因為有煙爭啊爭有食，閒係有食爭有煙咯，係呀落地係，係呀落地係，係呀落地係爭有煙咯。新大茶夫食啊食老煙，個講食來ไม่講煙，個講煙來ไม่也ไม่講食，總愛要食爭要煙咯，係呀落地係，係呀落地係，係呀落地係爭要煙咯。少年子啊，彈出來嘅啦。你新大茶夫嘅石老眼，就會石老眼呢諧音嘛，意思就會整石緣分，知嘛？係啦，有後生人哦可能唔知，不過老一輩嘅就知啊。大茶夫嘅時節啊，一定要有石老眼，有兩種金屬啊，用強下才會打到好。就像啊嗬，戀愛中嘅男人啊，叫談戀愛時節，一定要有緣啊，行過啊一條緣。嘅係無緣分出無來天，意思出係你不是我的菜啦。有緣分沒有真石啊，你講石緣，就像茶夫地度嘅石老眼啊，但像一兜搭下我長長久久。哦，我就想到一首歌，你一定會唱啊？真嘅？來，先唱啊！將這兩個一起打破，再將你我用水調和，重新和你，重新再做。再念一個你，再說一個我。從今以後，我可以說，我你中有你，你中有我。哇，強啊！係啊，你看按後堂，唔過就唱新大茶夫，廖叔哥下當後啊，你中有我，我你中有你。唔過我知道人客家嘅路前比哦，下一次比啊你儂我儂較好呢。用版講啊！唔看人家嘅老山歌啊，無通到乜嘅愛愛啊，唔愛愛啦，乜嘅天長地久啦，就靠一支茶夫，就留嘅男女雙方啊，互相依愛嘅種感情啊，表達到比嗰度留乜嘅情愛掛到最順便談一層，就像你當初嘅一首乜嘅開金山，啱咪唱，嚟。來呀來打開呀，咿呀一支山呢。金山嘅裏面含有小鳳凰。少年自己打開每面金山，有鳳凰，有豔陽，有牡丹，有芙蓉，呢啲稀奇嘅東西，代表會出嘅愛情，錯嘛？係啊，既然啊係家物抒情，佢戀愛中男最關鍵嘅物，聽出啊就係送本情郎嘅天情之物。啊，所以預防睹物思情錯嘅啦。既然啲客家細妹會送乜嘅本家嘅情郎喎？我想一下，佢慢慢的想哈，佢研究等啊，轉來嘅時節再老佢講答案。